这是新民娶亲，台中有一间拜功德尊王的宫庙，历一届的庙会，甲婚林一间拜妙影仙妃的宫庙熟悉交流。这两尊的神明拢也未记错。啊，民间的传说，这个尊王甲仙妃本地就是一对夫妻，所以宫庙决定要甲两尊神明甲杀做对。啊，跋杯双方的神明嘛拢同意哦。选日了后，用鼓励来办一场真大场的祭出仪式，真趣味，真闹热。祭出队伍真抢眼，有几啊把公笑，沿路有光桥板，有公路拍鼓、光品类的，阁有一台真大台飞车，车头阁有挂双喜两个字，一路行向婚林土库镇的凤山市。为人部伫宫庙头前欢喜跳舞，迎接桥内底的新郎官。甲红宝莲仔掀开红光来，是一尊神像，伊是来自台中中福堂的神明功德尊王，规身躯穿金牌珠宝，要来娶凤山市的妙影仙妃。庙方派代表打扮做古早时代新郎新娘的模样，手提神像拜天拜地，夫妻对拜。仪式拢遵照古礼，老这个庄严。因为在传说中，广德尊王跟妙应仙妃就是一对神仙眷侣，中福堂他们来我们这边，妙应仙妃的分灵，这个台中。原来伫民间传说当中，功德尊王和妙应仙妃原本就是翁仔某，不过伫现实生活当中，这两间宫庙的神明唔捌交流过，嘛拢也未记错，所以庙方人员决定要替因看姻缘，而且多是跋杯问神明了后，尊王要娶仙妃嘛想要嫁，才会促成这件婚事，嘛互当地民众难得会当参加和体验传统祭出的古礼仪式。